本大农家，行地天顺路，北宋多上难，大兵靠松树，免去寒霜天，插脚杀条路，世事风雨大，多太唔艰苦。大喜了包那福那，出爱了乡那，举目了莫那亲那，好起了龙那。眼见好心求，强心来天书，今生一道来，何事不成就？改朝换台时，上下行起路，归家强心做。转运展风土，行出一条路，摆枪北公必有，行路开一条光明的前途，爱迄丧事可以记住。遗失了仙那松那，苦分了丢那，开创了诗那入那，遗忘了用那。向外感恩心，左桥右步路，送君天爱喜，真相莫对方。用爱归仙人，行出一条路，前言看点点，后言行两。行出一条路，摆枪北公必有，行路开一条光明的前途，爱迄丧事可以记住。遗失了仙那松那，苦分了丢那，开创了诗那入那，遗忘了用那。我爸爸从中国大陆来台湾的时候，他画了一艘他坐的那艘船，叫做126号纪帆船，他写这就是我的家。他的意思说，我是一个漂流的人，我没有家。我从中国大陆来台湾，我搭在一艘船上，我并不知道去了台湾我会住哪里，我完全猜不到，命运就这样子把我带到台湾来。
就他住的第一个家，和平西路2段126巷。我爸妈从来没回去过。我爸妈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哦，就两岸开放之后，他们俩是属于没有回去。原因是因为他们俩都是流浪到台北，就来台北重新找那个家乡。追寻的过程哦，让我渐渐进入到一个客家人的那个原型啊，就是那个客家人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吧，在一个很艰困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，而不是靠什么天分什么什么。我从小跟我祖母一起长大到18岁，我祖母这辈子实在太可怜了，就是30岁就守寡，来到台湾语言不通，她就是个文盲，看电视看不懂，报纸看不懂，完全文盲，不知道该跟谁讲话，所以她最后只好疯掉，进入到一个想象世界。然后祖母过世了，叫我回家，我就赶回家去，看到祖母躺在那边，我就看到我祖母走了。其实我一点都不害怕，因为我觉得我陪伴我祖母做了10年的梦，然后还好我帮她编故事编了10年，我也成为一个作家。我身边非常多的朋友出国去问我说你要什么，我说我要铜罐，他们听不懂，铜罐买不到铜罐，这样。等到有一天我走的话，我铜罐里面很多秘密。每个铜罐打开都有秘密，包括我的爱情，包括我的一切，有什么书信这样。我说，我从小对爸爸学就充满战斗力这样，然后写，哎，我成名了。我出了第一本《永之声》，我才24岁，大卖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人生写了100本书。然后我拍过100部电影，人生最快乐的是看个电影，我就是陪着我妈看电影，后来爱上电影这样。我就这样一点一点哦，去寻找我自己的源头，那也一点一点从我自己小时候在植物园汀州路旁边长大的那个背景，再一点点又找回去我爸爸妈妈的背景。汀州各的一条路，汀州乡土恶水。我对跟客家的情感，我的祖母，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别人告诉我你的家乡是怎么样的，全部连起来，发现啊，就这样子，我终于，我的生命，我的岁月，我的创作，好像就终于连起来了。人生地不熟，连路都怎么走都不会。你怎么说这个书怎么处理？怎么去认识街道？怎么应对客人？我们是客家人出身的，就是很打拼。老实讲，小时候是穷怕了，真是穷怕了。真正往上冲的时候，我们一家子4口，天天就是这样生活在这个店。我们这个店虽然这么小，我们也是生活在这个店里面，吃喝拉撒都在这里。去年4月的时候，一直持续工作嘛，膝下截肢，辛苦了一辈子。都到了下场时代，你说以一个年轻人，一个客家人的精神，你会啥事？客家人一个傻进来，老实讲，
你现在问了我儿子说，你愿不愿意像我以前这样做？绝对不愿意。时代不一样了，要改变一个人。当向上世界，10年开店无全败，是做人做30年，本来。比较喜欢挑战新的、创新的事物，包括我们现在要二手物义卖。那我这个人呢，就是我很爱做嘛，就是我很喜欢创新，我很喜欢挑战新的事物，甚至我有工作狂，我可以眼睛睁开就一直工作到晚上，累了才睡觉。做开单卖菜戏，吩咐中午来天土年。一个18梦向北。也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这样走，我们今天才有办法走了16年。我觉得都是历练出来的吧。我常常讲说，我以前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主妇，因为我根本不用管赚钱的事情，我只要把他们2兄弟顾好就好了。可是后来因为站上了这个舞台，然后加上自己喜欢做事，然后爱学习，然后就不断的在这个舞台里面去跳一个比较漂亮的舞给大家看。我跳得丑我也不管你，跳得漂亮我也不管你，反正我就是跳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对什么都不懂，好像你一个乡下小孩要来台北求学是很困难。这个时代正是台湾很贫穷的时代，并没有很富裕。要办一个杂志其实很不容易。那时候我们都很有一点没有想那么多了。那时候我自己有出了20多本书，在大江出版社，然后就卖书的钱哦，来当做这个创刊的资金这样子。你要接触到艺术环境其实很困难，来台北以后你才慢慢接触，但是对基本的一些那个小时候的印象和学习哦，就会影响你对艺术的那种走的路向哦，然后你怎么样去发展自己路线，会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影响。抱负了，就是别人做不到，我来做啊！你不要期待太高，说我投入多少资金，我要回收多少。所以我不会去做那种畅销书，我会做漫画书，但我漫画书都是在讲中国的历史、台湾的历史，或是怎么样，让小孩子也可以看。张迄顺良心思，引进罕见的路，打开。什么是地图？地图它是一个符号，它是一个符号，它是一个所谓的大众的一个符号。你看这个符号，你就知道什么意思，不用看文字。我投入这个出版也40几年了，对我来讲是最幸福的，因为我一辈子在看书，我每天在看书。当我看得更多的时候，我不懂得更多，我的时间更不够。但是，我对我的生活我是非常的满足。坚持，张开顺良心思。
是认真的，我写我都没写，我就是看到那个藕肉我都很高兴。哎，我还那个时候还曾经，我这可以这些空间了要再做一些什么宣传的广告啦，或者海报啦，或者什么活动啦，要贴在这里啊，要不是很可惜嘛。然后我甚至于想把这个，因为这个地方这个一直都没有人用，我想把这边呢，这上面都放了这个海报呢，是不是应该再另外做一个海报的架子，然后让这里面呢可以摆一些一个特别的东西好。然后还有一个故事是，这叫第三代了嘛，对不对？就1960年，然后第三代是一个女生那个孩子很漂亮一个女生，然后到法国去学那个做西餐法国菜。可是你知道法国菜很贵啊，对不对？一顿都2000块，没生意，你知道？没生意不行，不是办法。后来他家说算了，卖牛肉面哇！回来接爸爸的那个就卖牛肉面。哎，陈老板，我看到你了。我带个小朋友介绍一下，对对。来，我们女儿说拿个现场冰给你喝。不用，我们还要跑，真的不用，谢。你们在休息，不休息。这是第二代，这是第二代了，现在是第三代了，不要，真的，我们要，别客气，一人分一小杯。不是。